我生完 BB 之後肥到62.9kg啊！而且呢，我幾乎每一日都瞓唔超過4個鐘。老實講，我真係想差啲放棄減肥噶啦。但係8個禮拜之後，成件事就完全唔同晒啊！第一陣我就話俾你聽，我到底減咗幾多公斤啦，同埋產後減肥最崩潰嘅一件事。こんにちは、シュです。咁咧，舊年咧我就參加咗 Ko-Fit 嘅享受8週高速燃脂計劃啦。咁喺嗰8個禮拜裏面啦，無論係我體重啦，又或者體脂都得到一個好明顯嘅改善啦。仲有係我嘅身體狀況啦、荷爾蒙相關嘅問題咧，都得到咗調整嘅。咁條片出咗街之後咧，我都收到好多觀眾嘅留言啦，就話哇你瘦咗好多喎咁樣。同埋咧，我嘅荷爾蒙嘅相關問題得到改善之後咧，我都好快有咗 Kilo 啦。不過喺過去嘅1年啦，咁我就經歷咗10月懷胎啦，冇工人，冇4大長老嘅育兒生活啦，我嘅體重咧就默默咁樣達到咗我人生嘅巔峰，62.9kg 嘅。明明舊年先至減肥成功啦，即係唉，我冇諗到我咁短時間我嘅體重又咁樣急速上升啦。咁其實我都好清楚咧，呢一樣嘢係唔關於意志力事嘅。我嘅身體狀況係真係同以前唔一樣，即使咧理性上係理解嘅，但係老實講，心裏面難免係有啲失落嘅。我相信呢一個感受應該係好多產後媽媽都一定會理解到，亦因為咁咧，所以我首先咧要喺呢一度多謝 Ko-Fit 啦。咁佢哋知道咗我咧生完 BB 之後咧就體重急升啦，都知道我想喺呢一個繁忙嘅育兒生活裏面用健康唔勉強嘅方式去進行減肥啦。咁所以咧，佢哋今年咧再次邀請我參加呢一個享受8週高速燃脂計劃。其實我自己都好清楚啦，咁以今年嘅生活節奏啊、身體狀況啦，對比翻上年參加計劃嘅時候咧，減肥一定係會難咗好多嘅。舊年咧就未大肚、未生 BB 啊，咁所以時間啊、生活上面嘅安排係比較單純啲嘅、簡單啲。即係咧，無論係定時飲食啊，又或者充足睡眠等等啦，其實都係比較容易做得到嘅。但係今年咧，成件事就唔同晒啦。生完 BB 之後咧，我就有餵人奶啦，咁咧自不然咧就需要靠進食去補充營養啦。同埋我唔知點解咧，係嗰陣時係成日都覺得好肚餓，好肚餓啦。再加上夜晚又要餵夜奶，搞到長期都唔夠瞓咯。其實 Kio 出咗世之後咧，我諗我真係好少連續瞓超過4個鐘咯。當體力咧被大量消耗嘅時候，有時候咧你就會不自覺咁樣啦，就會用食嘢咧去維持住自己個精神啦，同埋咧我成個生活嘅節奏都係以 BB 為中心啦。佢寫我就跟住寫，佢瞓覺，哇！我終於先至有少少屬於自己嘅時間咯。喺咁樣嘅生活狀態之下啦，好似舊年咁樣維持住差唔多時間固定嘅用餐時間，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啊。而且咧食飯都變咗一件好匆忙嘅事，係唔可以慢慢食嘅，係有得食就快啲食。你要喺佢喊之前咧，你就要將啲飯食晒。咁舊年咧就進行過168斷食啦，其實今年係完全冇可能做得到，更何況咧要做運動，咁唔夠瞓啦，食嘢急啦，用餐時間唔定時啦，缺乏運動啦，全部都係減肥嘅大忌。老實講咧，呢一啲問題，我覺得冇辦法靠我自己一個人去處理到，咁所以咧，我就將我嘅煩惱交俾專業嘅 Ko-Fit。喺8週課程開始之前啦，咁我就根據我而家產後嘅身體狀況啦，再一次填寫 Ko-Fit 嘅荷爾蒙問卷啦，同埋預約咗1對1營養師線上分析。你好，你好啊，Elaine，今日其實你嘅營養師有叫 Vanessa，佢可能會嘈。啱啱生完 BB， 跟住我哋就而家翻到嚟呢個飲食啦，睇下有冇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咁啦。好，咁兩個而家都仲係餵緊母乳嘅。而家已經幾乎冇咯。咁夜晚黑仲需唔需要起身去餵下佢啊？要，所以真係非常之唔夠瞓。咁上年嘅時候咧，你嘅荷爾蒙問卷嘅結果其實就係偏向雌性荷爾蒙同埋個雄性荷爾蒙呢兩樣嘢嘅穩定度比較低少少。cortisol即係壓力荷爾蒙啦，嗰陣時你嘅壓力係冇咁大，咁而家呢個壓力荷爾蒙嘅分數就好高喎，有去到5分左右。平時可能湊細路哥本身壓力都偏少少，比較緊繃嘅情況底下嘅時候，你嘅身體係會 feel 到嘅。好似今日咁，好似出佢一嗌我就好緊張啊。咁升高個壓力荷爾蒙嘅時候咧，佢就會導致你而家會更加傾向於選擇一啲甜嘢或者煎炸嘢。咁而家你嘅問題係 C 型，即係壓力荷爾蒙同埋代謝呢兩樣嘢會比較多少少。之前甲狀腺本身都偏高少少嘅，而家又
又高咗啲啦，所以你會覺得其實我可能之前 Covid 嘅時候食嘅嘢係一樣嘅，但係又冇之前嗰個效果冇收落嚟，咁樣就係胰島素阻抗啦。呢個就同之前加入嘅時候係一樣嘅，差唔多冇惡化，都冇話去到改善得非常之多咁啦。我嘅目標希望係去翻上年嗰個程度，我已經非常之滿意，但係我都覺得會比上年嗰個情況會難啲。呢8個禮拜入邊咧，我哋就捉每個禮拜差唔多0.5到1公斤左右係 OK 嘅。如果係做得比較好啦，我哋可能8個禮拜嘅時候可以減到4至5公斤或者4至7公斤都 OK 嘅。咁其實咧運動嘅部分，我反而會而家咁即刻就會建議你開始去做啦。如果你有啲咩飲食，你覺得你真係太想食啦，或者你覺得你真係做唔到，心情唔好嘅時候，要記得隨時再同我講，我會再調整翻你嘅呢個飲食嘅餐嘅。因為我哋唔希望我哋嘅學員今日減下，覺得個心情唔食，直頭變得非常之唔好，或者變得非常之唔開心，我哋會根據你嘅體重嘅變化嚟幫你做個調整嘅。嗱，呢個就交俾我哋啦。就完咗呢一次咧1對1嘅分析啦。咁營養師 Vanessa 咧就透過我填寫嘅荷爾蒙問卷啦，同埋實際咁樣同我傾偈啦，咁就全面知道咗咧我而家嘅身體狀況啦、生活節奏啊，同埋有乜嘢實際嘅困難。聽完 Vanessa 嘅分析啦，咁令到我明白到，即使都係體重上升啦，咁其實咧今年同埋舊年嗰個致肥原因啦，同埋而家身體邊一個位置出現咗變化都係唔一樣嘅。正因為咁咧，今年適合我嘅飲食方式咧係唔可以將舊年嗰一套咧直接搬過嚟用嘅。咁喺跟住落嚟嘅8個禮拜課程入邊咧 Vanessa 咧就根據我嘅身體狀況啦、荷爾蒙嘅變化咧，就為我調整咗一套咧，即使喺育兒生活裏面都可以實際執行嘅飲食方向。如果咧冇咁專業同埋咁個人化嘅營養師嘅分析咧，我覺得係冇可能咁清楚知道自己荷爾蒙問題出咗喺邊啦，點樣去對症下藥。今年嘅享受8週高速燃脂計劃，其實成個飲食原則係同舊年都似嘅。咁營養師就唔會話俾你聽你一定要食啲乜嘢，而係咧建議你每一日咧需要攝取幾多份蛋白質啊、蔬菜啊、澱粉、好油等等啦。咁我就可以好自由咁樣去揀我想食嘅嘢啦。咁就唔需要俾一個固定嘅餐單去綁住嘅。舊年嘅8週課程入邊咧，咁當時嘅營養師同埋助教其實已經教咗我點樣去揀嘢食啊，點樣去計算咧營養嘅攝取量啦，令到我其實已經有一個基本嘅飲食概念。咁相隔1年咧，再參加呢一個8週計劃啦，咁內容上面咧好明顯係有更新到啦，咁令到我可以更加去快速去判斷呢一個嘢食係咪啱啦，同埋咧可以更精準去計算營養嘅攝取量。由於咧我今年嘅荷爾蒙問題同舊年唔一樣啦，咁自然咧營養素嘅比例都係同上年係唔一樣嘅。咁成個課程裏面啦 Vanessa 咧就會根據我 update 嘅體重啊、體脂等等呢一啲身體嘅 data 啦，咁就會為我調整咧營養素比例。雖然咧刪咗 keto 之後啦，咁我出街食飯啦、應酬嘅次數明顯係減少咗，同埋一個好大嘅改變就係我而家基本上係好少飲酒，基本上都唔飲嘅，真係好少啦。咁但係咧難免咧都會有啲 gathering 啊、聚餐嘅情況啦。咁只要咧我事前同 Vanessa 講，哇，我幾時去 gathering 大約佢會食啲咩咁樣，咁咧 Vanessa 就會為我調整咧 gathering 前後嘅營養素比例啊，即係例如咧佢會安排咧聚餐之後咧會有一個低碳水嘅餐單啦，又或者會提醒我咧聚餐之前咧要食夠蛋白質去打底。除咗啦日常啦就透過 Coffee Apps 啦，咁就用 message 嘅方式就同營養師就溝通之外咧，咁其實喺課程裡面咧都有安排到1對1嘅視像指導。去到大約課程嘅第4週左右啦，我企上個磅啦，跟住咧嗰個禮拜係個數字係完全係冇乜點喐動嘅，再加上咧嗰陣時又嚟埋產後第一次嘅月經，即係第一次嚟 M 啦，我嘅情緒係有啲崩潰，即係好氣餒，去勁想放棄咯。但係好彩嘅係咧，今次係好唔同嘅，我唔係一個人自己喺度撐咯。喺1對1嘅視像入邊啦，我就直接同 Vanessa 去討論啦，就講出咗我減肥實際遇到嘅困難啦，同埋我當下嘅身體狀況啦。1個月嚟啦，你嘅飲食方面其實都做得好好嘅，你自己覺得咧，你有啲乜嘢係困擾住你而家咁啊？我覺得我冇乜
點減，好似平台期咗咯。因為產後嘅時候，呢啲荷爾蒙佢本身係仲喺度 recover 緊，呢個時候嘅身體咧，其實佢係唔中意減重嘅，佢覺得我而家好辛苦，我修復緊啦，你仲叫我減低呢啲嘢，減低呢啲脂肪，我唔中意嘅，同個荷爾蒙喺度抗爭緊啦。咁 Vanessa 就好好，佢就即時咧就幫我調整咗一個更加適合我目前階段嘅營養素比例。如果你可以直接去到零澱粉咧，其實係最好嘅。零澱粉咗之後，你可能會覺得有啲攰啊，或者有啲冇精神，我都可以幫你調整過，因為而家係4份啊嘛。咁你如果平時冇覺得想食嘅話，你就可以唔食。咁如果你真係忍唔住嘅時候，就可以食差唔多1至2份，咁樣係 OK 嘅。考量到咧，其實我參加課程嘅時候，大約係生咗 BB 2-3個月左右啦。咁 Vanessa 咧，其實係非常之關心我嘅心理狀況。咁咧，佢都成日會確認一下，我會喺執行呢一個過程裏面，會唔會覺得壓力好大啊？又或者唔適應咁樣。雖然啊，呢一個8週課程裏面，整體嘅大目標都係減肥啦。但係咧，成個過程裡面都唔會覺得被催促啊，或者覺得好揀嚟啊，咁而係咧透過不斷咁樣調整咧，一齊揾出一套咧喺目前嘅生活節奏之下最舒服同埋最能夠長期執行嘅減肥方式。另外一個咧冇改變到嘅飲食原則咧，就係用水肉菜飯嘅順序咧去食嘢嘅。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好記嘅口訣啦。咁首先就飲水打底啦，跟住就食蛋白質啦，然後就係菜啦，最後就係碳水化合物嘅。咁舊年咧我已經實際執行過啦，咁只要慢慢食嘅話，真係食到碳水化合物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好明顯嘅飽足感。但老實講啦，有咗 BB 之後係真係好難慢慢食啊！但係我都盡量同自己講啊，要放慢個速度咁。咁有時候如果同 Kasky 咁3個一齊食飯嘅話，咁我都會叫佢幫手睇住 Keo，令到我可以安心咁慢慢去食飯。喺呢8週課程入邊咧，有一個觀念咧係徹底改變咗咧我對減肥嘅諗法。原來減肥係可以食油噶。舊年咧我就已經學識咗用好油啦，咁所以平日煮飯嘅時候，我而家通常都係會用橄欖油嘅。咁一直以嚟啦，大家對於減肥嘅印象都係戒糖、戒油，最好白烚水煮。咁點知係有一日咧 Vanessa 就同我講，其實你可以食更多嘅油脂喎。我當下第一個反應就係，我真係可以食咁多油咩？去到後來先知道咧，你只要揀啱來源啦，同埋份量啦，油脂咧反而係對身體一個非常重要嘅營養素嚟嘅。有時候咧喺課程裏面咧，我成日都食唔夠油啦，跟住咧 Vanessa 就會 message 我提醒我，喂，你今日記得補翻啲油脂喎。所以而家除咗煮飯會用橄欖油之外咧，咁我都會準備一啲無調味嘅堅果啦，又或者牛油果咁樣作為一啲日常嘅小點心。8個禮拜嘅時間咧，我就一共減咗3.3公斤啦，由62.9 kg 減到59.6 kg 啦。咁個肚咧就明顯比8個禮拜之前就平咗啲啦，終於可以減到60公斤以下啦。當然啦，我都係好想可以翻去生 BB 之前嘅體重啦。咁但係好似我頭先都有講啦，我今年成個生活節奏同埋身體狀況真係同舊年未生 BB 之前係完全唔一樣嘅，所以咧，喺呢一個嘅狀態之下，可以攞到呢一個成績，其實我已經係非常之滿意㗎啦。今次嘅課程提醒咗我啦，減肥係唔止追求數字嘅，而係透過正確嘅飲食咧，建立一套咧可以長期維持到嘅生活方式。即使好似我咁啦，每日都忙緊育兒嘅媽咪都好啊，一樣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使8週課程咧已經完結咗啦，但我都會繼續咧將營養師同埋助教教過我嘅飲食原則咧運用喺我嘅日常生活裏面。希望就 Keo 慢慢長大啦，我就可以開始有翻少少自己嘅時間啦，就加入翻運動啊，改善翻睡眠，一步一步咁樣接近翻我理想嘅體態。如果你同我一樣啦，係啱啱生完 BB 啊，忙住育兒嘅媽咪啦，或者咧平時好忙啦，作息唔定時啦，冇時間做運動啦，休息又唔夠啦，甚至係試過減肥但係一直都失敗嘅話，我係會比較建議你咧直接由8週計劃開始啦。咁咧有人一步一步咁帶你去減肥咧，比起你自己上網去揾資料咧，自己去摸索係快好多咯。呢一次咧就特別幫大家爭取到咧相當少見嘅 Ko-fi 香港觀眾專屬團購優惠啦，大家咧就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去選擇唔同嘅方案。瘦身啟航版咧就係純8週課程咧，就包括咗個人化飲食計劃、
營養師1對1視像指導，8週期間餐餐分析同埋飲食建議，荷爾蒙體質評估。進擊燃脂版咧就係再增加咗30日客製化保健品啦，每一個人咧都會根據體質唔同咧攞到一啲適合自己嘅supplement，好似我咁啦，我就可以攞到一啲幫助咧舒緩壓力同埋令到頭髮更加強健嘅supplement啦。最後咧就係王者體態版啦，除咗有客製化supplement之外咧，仲有 Covid 4大熱銷嘅supplement，真係好抵啊！因為比起香港咧買同類型嘅supplement咧嚟講係平好多嘅。咁呢一個方案咧就係最推薦嘅，因為可以直接咧就有6折嘅優惠。呢一個優惠咧只喺條片發布咗14日之內有效啦。咁如果咧你想用一個健康嘅方式去減肥嘅話咧，就唔好拖太耐，唔好諗啦。但係唔係嘅，你話你仲喺度觀望緊嘅啊？究竟呢一個8週課程係咪真係啱自己咧？其實咧都可以從30分鐘營養師1對1分析開始，呢個分析咧會令你了解到咧你而家目前嘅飲食有啲咩盲點啊，你嘅荷爾蒙形態係啲咩啊，同埋點解你會一直減肥失敗，一直卡關呢？而家咧只要點擊下邊資訊欄嘅鏈接啦，又或者直接去到 Ko-Fi 嘅官網啦，輸入我嘅專屬優惠碼ELING瘦咗咧，就可以預約營養師1對1嘅分析啦，首次只需要港幣99蚊咋。咁咧2個嘅 option 咧我都放晒喺下邊嘅。咁如果你想今年我真係要改變啦，我要減肥啦，咁咧你就可以由呢一個8週計劃度入手啦。咁如果你仲係一個我想了解下自己先咁嘅階段咧，咁你就可以由分析入手嘅。喺呢一度咧，我想再次多謝 Ko-Fi 啦。咁透過專業同埋有系統嘅分析啦，令到我再次認識到減肥嘅關鍵咧，始終都係在於飲食。不論咧係因為過往嘅暴飲暴食係咁應酬飲酒搞到體重上升定係呢一次嘅懷孕產後嘅荷爾蒙變化啦。咁咧，只要有營養師咧，用一個專業嘅角度咧，幫我去進行一個詳細嘅分析咧，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樣拆解我真正嘅致肥原因啦，亦都幫助我去揾到一個最適合我自己，亦都係最可以長期執行嘅減肥方式。都希望咧嚟緊嘅育兒生活，我係會越嚟越享受啦，可以抽翻多少少時間去照顧翻自己啦，成為一個健康同埋 Kio 會驕傲嘅媽咪。如果咧你中意我呢一條片咧，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最重要就係subscribe同埋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啦，咁就一齊見證住我嘅改變同埋成長啦。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睇埋下邊資訊欄啦，咁就有8週課程啦，同埋營養師1對1分析嘅優惠詳情。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拜拜。如果你中意我呢一條片，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俾個 like 我，同埋 share 俾朋友，仲可以打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更新啦。ご視聴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